哦，万圣节免食金龟哦。唔免啦，喺台湾用金龟，金龟是来创啥？第下炒米粉，金龟炒米粉，这就真正好食啊！啊，你奇怪啊，美国因甲迄个金龟就乌空了啊，完全拢无食啦，因为做什么南瓜汤安尼啦。对嘛，所以咱就是要应景一下，迄嘛毋是讲咱台湾的文化。对啊，咱嘛要符合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对啦，啊，讲到。咱讲今日10月初1吼，天气嘛，到咧这个凉冷咯。是啊，讲到这个后礼拜，咱讲这个时间，就是下礼拜5好了。哦，就已经过这个24节气当中的立冬咯。哦，立冬了吼，就是下礼拜4就立冬。是啊，下礼拜5我们再见面是立冬过一天了。哇，米酒爆榜啊，爆榜啊，爆榜啊！第5名。哇，开讲到一个唔知人吼，嘿，差一点仔袂记你报榜。是啊，来这礼拜第5名。咱这礼拜第5名就是嘛是顶礼拜第5名，就是咱的林慧神的顶秀专辑。哦，咱讲这林慧神吼，真正袂歹。嘿，嘛是今年上流行的一句话。大家好，我是林慧神。有这句话绝对会引起到全球大恐慌啊，不，全球大流行。不是简单啦，直接啦，对啦，嘿啦，让大家印象深刻，因为新人嘛。对啊。李佳豪这届我们听到林慧神呢，还有陈庆仁老师来帮他这个两肋插刀哦，而且又量身定做，太厉害呢。是啊，这首歌曲顶秀哈，是什么人写的？陈庆仁老师对不对？是啊，作词作曲拢伊，系啊，专辑的这制作人嘛伊，是啊，唱歌嘛伊，等于是一手包办呐。啊，不过嘛是干嘛出哈？这类陈庆仁老师对这张专辑的重视啊，真正有意义。好，所以啊，我们也希望说这张专辑呢能够成功。是哦，而且这个林慧婶呢有一个非常珍惜她的老公。是啊，大概来电台上通歌哦，拢会看到因翁那陪咧。对，啊，陪在旁边。是这个夫妻感情好，迄个成语要安怎讲？什么？间谍情深是不是？不是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啊。喂，还是你吧？来，这礼拜第5名，林慧神。第4名。第4名，3分钟热度，来自这个明日之星张文琪的歌声。张文琪的歌声啦，3分钟的热度。来讲这张文琪哦，古水的查囡仔。是啊。而且哦，这个伊即马伫咧北部哦，一个人生活。哦，还有真侪课程拢爱上呢。啊，嘛是辛苦呢。什么戏剧课啦？表演课、舞蹈课啦，然后发声啊，对啊，唱歌啊，音乐课，音乐课。明日之星听说只要有出片的都有去上。是啊，这样才有给他们那种培训。无啦，就是要有不断学习啦，才能够不断进步啦。真的，现在艺人不好当呢。是啊，恭喜来，因为现在媒体的通路多了，那是电视啦、广播啦、报纸啊，基本上都有网络，连手机啊都能随时上网。所以为了要增加自己的曝光机会所以就是要把握每一种的那种表演方式跟形式。对呀，其实无参像讲古早，这个唱歌就好，听听唱就好咯。是啊，即摆不是呢，即摆你可能啊拿唱歌是拿吞夹，对不？好啦。所以做什么代志，尤其是演艺界咧，千万唔通只有3分钟热度，对，持之以恒啦。张文琪第4名，3分钟热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第3名。大家好，我是苹果，这是我上新的专辑，叫做《我玫瑰》。头一部的主打歌叫做《今夜》，对啦，你好，你伫模仿像苹果啊？模型，完全失败。你就有型啊，只有笑声有型。系啊，太失败咯。无啦，好啦，咱即马我模仿失败不要紧，专辑成功就好咯。对，上新的专辑《我玫瑰》，这个歌有够好听的。系啊，尤其这首歌曲《今夜》特别邀请到咱台语小天后
嘛是咧颁一位过这个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诶，凤娘，两个人咧这合唱让成功是天衣无缝，合作无间。是啊，而且上一张那个 Bingo 也有跟那个凤娘合作嘛，对啊，这一张又跟凤娘再次合作，是有感觉可以准备要变成老搭档了呢。两个人的这个配合真好，就会当成为老搭档啦。是啊，好，这礼拜第3名就是咱Bingo周伟杰甲凤娘一首新歌叫做《今夜》，希望大家当多多支持Bingo上新专辑《歌袂飞》哦。第2名。这礼拜第2名真无简单，对第3名爬到这来第2名咯，哇，愈来愈厉害哦。而且这个 KTV 的这个点播率听说很高。是啊，这就是来自我们明日之星100万关注陈怡婷，个人上新的专辑已经发行咯。这一波的主打歌就是现在我们所听到这一首叫做《对分》啊。人这个讲春分，米一对分，当中这个都要入秋啊，这边叫做入冬啊呢。各位对分，这边春分，米对分，你妈现在来讲啦。入冬就补喙空，秋分，米日无对分。拜托人这遮好听的歌，你讲甲安尼。对分破坏气氛。哎呀，这首歌曲真是太赞了。对，而且我非常欣赏这首歌的这个节奏 groove。安那讲？对，听到你会感觉慢慢的摇，那种感觉。没有错，我们也希望陈怡婷呢，她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啦。是的。而且这个陈怡婷呢，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这个一直在各大电视台啊，在上通告是啊。行程也是满。好，祝福她这张能够有很好的成绩。最后，咱来听看卖这礼拜第1名是什么人？第1名。这礼拜第1名，我那是处在一个不败的地位。黄以玲上新专辑叫做《踮在你身边》。是的。那讲这个以玲姐呢，真的是厉害只要一出来中出港澳的，都是蓄势待发。是啊，对不对？而且都是那个媒体焦点瞩目的所在。无唔对，当然啦，这个伊的歌声在你这个是要传达到这种真正面、真温暖的力量，互咱所有听众朋友，希望大家一定爱这个用这个实际的行动，买一张 CD 等来听。对啊，值得珍藏。对啊，虽然这摆诗曲啊无遐尼稳定，对，但是听到以玲姐这个歌声就感觉又对这个世上有一点点信心燃起了希望，对不对？我们用歌声也可以传达正面力量。是啊，对不对？你煮一碗面，你好好煮，我那嘛是也当给人家正面的力量。对啊，你要做导游好好做。那是有互人正面的力量。你若做油好好做，嘛是当给人家正面的力量。是啊，就是安尼啊。对啊，当然啦，这张专辑除了正面力量以外呢，嘛有足侪厉害的大师也一起来参加，比如讲这个尤景阳老师。景阳啊。还有呢，这个尤景阳老师真的是很早期的这个制作人里面，真的很厉害的。还有姚若龙，陈小霞，是，对不？还有这个洪敬尧老师。哎呀。然后呢，还有彭丽今麦这首歌曲踮在你身边呢，就是彭丽所写的，嘛是因缘际会啦。当然啦，这个结合着真济善人会当来成就这张专辑的以玲姐嘛，讲伊相当的欢喜。对啊，希望讲会当将你这份欢喜呢，这个并放出更耀眼的光芒。重点是这个专辑内底曲曲动听，曲曲感人。而且我跟你讲这每一首歌调性都很一致，都很温馨。哎呀，无以前的悲情，无迄种对人世间的负面能量，一个都没有。真的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所以真的是疗伤系天后，不可多得的黄以玲。对，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支持，好好的 follow 啦大家最后嘛伫咧遮搁再一届提前来所有听众朋友，转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家主持就连波多连播榜在听得到波多新歌发烧榜，我们下周见 ，See you next week， 连完啦。拢有同款的梦，我会陪你行每一个秋冬，一人
今夜你伫想啥？今夜的独相机，声声是等待你。不着伊来离开，请保重你自己。今夜宾果周伟杰，我被不会专辑，凤娘深情对唱，今夜送给天下有情人。咱期待重逢时的约定。巨人唱片，今夜你伫想啥？今夜的独相机，声声是等待你。不着伊来离开，请保重你自己。今夜宾果周伟杰，我被不会专辑，凤娘深情对唱，今夜送给天下有情人。咱期待重逢时的约定。巨人唱片，今夜你伫想啥？今夜的独相机，声声是等待你。不着伊来离开，请保重你自己。今夜宾果周伟杰，我被不会专辑，凤娘深情对唱，今夜送给天下有情人。咱期待重逢时的约定。巨人唱片。